啥这是？这个羊好像不行了，我也不知道它得了什么病，反正就是不行了。站起来，站起来试试。哎呀！应该是冻的，但是今天也不冷呀，才零下20多度。家里放碗筷的柜子太乱了，我今天准备做个东西，方便收纳它们。先给它做个里子，其实它是用针缝上去的，但是我懒得缝，用胶粘吧。做好了，非常好看，这下拿筷子和刀就方便多了。好久没吃过汤饺了，今天简单吃点饺子吧，让它醒一会儿。